咁點解結個 case 能夠咁快咁有進展明顯呢？因為頭先我同你講咗，即係佢遺傳啦，咁啊佢個毛囊咧係未完全話即係破壞晒嘅，雖然係有真菌附屬喺度嘅，只要咧即係將啲菌殺死咗之後咧，即係同佢疏通翻個，即係個毛囊阻塞，咁啊最緊要咧嗰個頭油咧要同佢平衡，平衡係第一嘅。平衡個頭油啊？係啦。係點樣？可唔可以解釋少少咧？因為我哋個之前幾集我都講咗啦，如果我哋嘅頭油咧正常嘅分泌咧係供給俾毛囊係營養嘅，咁啊如果你分泌咧係旺盛嘅話咧，或者係過多嘅話咧，就毛囊咧成為一個負荷。第一、第二咧，佢咧如果分泌嘅過多嘅話咧，佢就會產生一個激素，即係我哋話嘅雄性啦，頭髮雄性激素喺度嘅。咁啊開始咧就成為即係真菌嘅溫床啦。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咧令到咧啲真菌咧即係大量嘅繁殖，佢吸收晒雄性嘅即係嗰啲分泌出嚟嘅油脂，而佢排出出嚟嘅分泌咧亦都係刺激到你嘅頭油咧分泌得就更加多。咁啊開始咧佢會覺得即係頭油會多，但係後尾咧直情係冇頭油出啦，冇頭油出唔係好事喎，係因為已經即係毛囊下邊已經開始囊腫咗，每個毛囊都係即係發晒炎嘅，咁啊咧又開始發現得到大量嘅甩頭髮。咁啊甩到咧，後尾咧就即係甩頭髮越嚟越少，有啲人又覺得好似我頭髮又好翻啲啊，其實唔係嘅，係呢個時候咧頭髮就越嚟越幼噶啦，係啦，即係微絲循環越嚟越貼切噶啦，一大堆嘅即係已經由頭油咧變成咗脂溢，即係阻塞嘅毛囊啦。嗱，有啲人就嗱舉個例子啦，即係有啲人就成日都逃避呢個問題。嗱，我想講一樣嘢就係病從淺中醫啦，咁即係發現問題咧，即刻去揾一個方法去搞掂佢咧，其實就慳翻好多錢，慳翻好多時間，慳翻好多即係錯失啲嘅黃金機會啦。有啲人就唔肯面對呢個問題，就話我唔睇醫生啊，或者我唔去揾專家幫忙啦，自己用飲食節制我自己啲油，咁去變油，咁啊食少啲煎炸嘢，食少啲肥膩嘢，面油一定會乾啊咁。其實可唔可以透過自己去控制個頭油嘅分泌嘅咧？自己咧，如果係你有家族遺傳嘅話咧，你自己咧控制咧就係可以控制，但係你都唔可以完全可以徹底解決。話明係遺傳，係不自然之中，因為你嘅毛囊基因裏邊係有呢個因素喺度。係咁啊，以呢個因素咧睇下你個因素係即係去到幾多歲個缺陷越大啊，定係你自己 keep 住咧？可能呢個好難控制得到。但係如果你話咧，即係揾啲即係產品啊，幫助個頭油分泌個平衡你可以減，即係可以緩慢好多樣嘢咯。